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ing 啊。今日咧帶大家嚟到中山市個火炬開發區，帶大家睇個成個中山裏邊自帶會所。佢呢個會所咧係最大最有品質嘅。呢個樓盤點解號稱係全中山最大會所呢？匹配咗，其實成個中山自帶會所嘅樓盤都唔多嘅啫，10零個左右。可能好多人都睇過四大住宅、龍湖鄉新宋或者係保利朗悅呢啲會所咁，其實佢都係1500平左右嘅咋。包括啲遠洋天字嗰啲1000平左右咁嘅。可能好多人亦都睇過東區嘅保利天郡啦，下沉式會所嗰個已經覺得話好哇晒啦。其實嗰啲都係3000平左右。但係呢個會所咧係接近4000幾平嘅，用咗5000幾萬打造嘅。因為發展商嘅老細自己係住喺呢個位置嘅，所以對呢個會所要求係比較高。佢經常都每日喺度健身喺度運動嘅。咁裏邊個跑步機都可以做到20幾部，泳池都可以有2個室外無邊際泳池，同埋唯一一個國家標準打造嘅室內恆溫泳池，都係喺呢個會所裏邊。裏邊有瑜伽室啦、健身房啦、冥想區啦、汗蒸室啦等等一系列嘅。一陣我帶大家詳細睇一下。其實有啲會所大唔一定起到好好嘅作用，大得嚟咧最主要就係有品質。有啲樓盤嘅會所可能運營咗一段時間就唔開啦，或者係直接託管俾第三方嘅運營，咁樣咧佢質素就唔一定話會好。咁呢個發展商嘅會所咧係自持自己運營嘅。呢個樓盤咧叫鳳銳一品，當時賣價去到23000幾嘅，咁依家做優惠折扣咧去到無批嘅17000頭多啲。如果帶埋精裝修呢啲都係13000幾到14000幾。呢度周邊個商場係點樣咧？其實位置都唔差。呢度過去到中山富日城 Top Park 嗰邊，揸車過去都係5分鐘左右，過去 Coco City 都係差唔多，因為喺對面噶嘛。富日城 Top Park 咧，呢個當時開業嘅時候啊，周圍十字路口全部都塞車嘅，即係好多人。最具人氣嘅一個商場被評為，咁成個中山嘅商場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，就旺啲嘅食期嘅萬象匯，仲有個就係富日城 Top Park，仲有食期嘅大信新都會，呢幾個利和廣場呢啲就舊咗噶啦，就係呢幾個比較旺嘅啫。咁呢度過去都係5分鐘左右。樓下呢，佢樓下都有商鋪嘅，例如啲七仔啊，同埋啲口腔口科啊、美容嘅。揼骨按摩嘅彩耳店同埋啲小籠包食嘅店啊、KFC 啊，呢啲樓下自帶嘅都係已經有咗噶啦，開咗大概有6到7成左右啦。二期嗰邊咧，到時候仲有一個中型嘅商場，而家喺度招商住，到時落到樓下其實都幾方便嘅，直接喺樓下。如果想去大商場，咁中山最大呢幾個商場嘅話，揸車都係幾分鐘、6分鐘過去到啦。呢個項目咧位於中山市嘅火炬開發區嘅後頭邊區啦，佢亦都係旗江新城裏邊嘅一個位置。咁呢個項目過去到中山站其實就1.4公里，揸車咧3-4分鐘就可以過到嗰個中山站。中山站日後咧就係由3站合一嘅 TLD 綜合站點嚟。咁而家咧其實輕軌站已經開通咗噶啦，可以坐輕軌現有嘅上到廣州行嗰邊，然後可以坐支軌。咁日後嗰18號現場地鐵線亦都係嚟到中山站呢度，包括嗰個新光鐵路都係過嚟到中山站呢度，所以呢度係輕軌站、地鐵站同埋高鐵站3站合一個位置啦。咁如果自己揸車嘅情況下，可以自己揸車上到個新中通道中山站7口，其實幾分鐘就可以入上呢個7口。依家喺度建一條叫世紀大道，係直接連接深中屋道，可以翻到深圳嘅。到時候揸車上個7口咧，3-4分鐘左右，然後再翻到深圳，其實40分鐘左右都可以過到深圳嗰邊噶啦。如果係想坐廣澳直通巴士，可以出到富日城 Top Park 同 Coco City 嗰邊，5-6分鐘左右。嗰邊咧有廣澳直通巴士係可以直接翻到香港嘅一站式。其實呢個位置都幾方便下。好啦，而家嚟到我哋個會所入口個位置啦。呢個就係4000平嘅會所。右手邊可以睇到一個好大嘅瑜伽室，300平左右，容納20-30人。可能其他啲樓盤只有3-4個瑜伽墊，30平都唔到，冇話300平。
左手邊睇出去呢，就係東南亞風格嘅園林啦。下面有啲無邊際嘅泳池，就喺園林嘅邊邊嗰度。呢度嘅會籍大概3000蚊左右一年，如果係業主會平啲嘅，如果係租客可能就要4000幾蚊一年。依家過嚟買樓可以有1年會籍嘅贈送。右手邊就係一排個跑步機啦。你喺度跑住步嘅時候，望住呢啲東南亞風格嘅園林，係咪跑步都更加有動力啲呢？再往前面走，前面左手邊係一個下午茶嘅咖啡廳，右手邊呢就係入健身房個門口啦。健身房裏邊係有私教嘅，你可以增肌啦、減肥啦、塑形啦都可以。採用嘅健身器材全部都係美國進口別確品牌嘅。呢度個健身器材琳琅滿目，應有盡有啊！練腹肌嘅嗰啲啞鈴、拉伸嘅，同埋有氧區啲跑步機一排過去。目前自帶會所裏邊好少有睇到咁大型嘅健身房啊！喺呢度跑步嘅時候，你可以望出去外邊東南亞風格嘅園林，幾舒服啊！好大啊！呢個健身房，再往嗰邊走就係瑜伽室，有人喺度我就唔行過去啦。7分嚟到我哋個休閒客廳。如果喺屋企好無聊嘅時候，咁落嚟到呢度點個菠蘿包，飲杯美式咖啡或者手打檸檬茶，就係你下午茶嘅時間啦。呢度可以打盹，或者約3-5個知己喺度傾傾偈，談天說地。如果係中意自己沖茶，呢度仲有一個茶室嘅。再往前面走就係一個水療桑拿區啦，有分女賓同埋男賓。入嚟到之後，左右兩邊就係功能室啦，有提供浴巾、拖鞋、牙膏、牙刷、吹風機、棉籤等等。左右兩邊全部一排一排啲獨立嘅衣櫃，你可以放你自己私隱嘅嘢。有人喺度可能唔方便拍攝啊。如果有親戚朋友嚟到你屋企，咁你可以直接帶佢落到樓下，就可以焗桑拿、浸泉水、做運動，肯定會讚你招呼周到。自己都有面子啲啦。前面再走就係淋浴室，個桑拿室呢就7-8個人左右可以用啦。個水療池就10零個人左右，就唔算好大。靜靜地瞓喺呢個冥想區裏邊，望住頭頂嘅星空，你可以拋開一切嘅煩惱。轉翻出嚟就係室外嘅泳池啦。室外嘅泳池都有2個，一個係兒童嘅，一個係成人嘅。泳池裏邊係帶按摩功能嘅，啲水係往上面噴，可以放鬆你嘅肌肉。成人泳池就比較大啦，類似啲酒店度假風嗰種。啲樹木呢，周邊呢綠化，就好似啲東南亞風格咁樣。啲中女士一排嘅沙灘椅喺度，游完水攰咗喺度曬曬太陽。晚上游水可以睇星空。再轉翻過嚟就係室內嘅恆溫泳池，同埋有好多細嘅地方休閒會所。有人我就唔逐一拍攝啦。好啦，依家翻嚟我哋屋苑嘅正大門口位置，成個屋苑嘅地勢係抬高而建設嘅。無論係從呢塊巨大嘅白色牌匾，或者地下層層而上啲大理石，還係中間個瀑布水景，成個小區大門都係充滿咗豪宅嘅氣息嘅。左手邊就有一個6米嘅扶手梯入戶。中山就得2個屋苑係帶扶手梯入戶嘅啫，一個就係金鷹半島花園，第2個就係呢個紅穗一品啦。嗱，喺正大門口往外面望出去，其實嗰個地勢係高咗好多嘅，即使落好大嘅水，點樣水浸都唔會浸到呢邊。同大家講翻呢個項目基本信息先，佢佔地面積就係104000平方米，一共就14棟樓。呢個發展商係中山市交裕房地產有限公司，依家係全部建好晒，現樓發售嘅。即係可以直接睇到實景樓，佢有分1期同埋2期嘅，一共就2079戶嘅，綠化率就38%，容積率2.3%。
呢係深圳半島物業，3蚊一平方，一棟、二棟、三棟、四棟同埋6棟呢就31層高，5棟就29層高，一樓就全部都係架空層嚟嘅。面積依家在售嘅就有3種，110平、118平同埋163平呢3種戶型嘅啫。之前有啲97平嘅，但係依家賣晒咗。小區裏邊其實做得幾好嘅，啲樹上面掛好多啲燈，晚上開着嘅話閃閃發光咁。樓下小區呢，好多嗰啲中族庭院，可以喺度晾涼啊，同埋傾偈嘅地方。花園打理得係比較好嘅，每日你都可以聽到雀仔叫嘅聲音，柳耳花香。呢度係9棟嘅入戶大堂，呢個係樓王位置，唔係每一棟都有嘅。呢啲咁樣嘅水景係1樓個大堂，係每個地方都盡顯奢華，真係豪宅嘅氣息。你可以睇呢個大堂係好高嘅，10幾米，鋪滿大理石斗頂嘅，全落地玻璃嘅智能大門。嗱，淨係睇呢個大堂都感覺好氣派啦。好，依家我哋過去4棟睇下板房啦。好，我哋先睇110平嘅3房2廳2衛，其實飛機戶型，中間係廳，兩邊係房。呢個客廳係3.7米嘅寬度嘅。好，先睇下左手邊嘅廚房。呢個廚房係一字形，呢度可以擺一個細嘅雙門冰箱或者大嘅單門冰箱。呢啲櫃全部做好晒噶啦，下面啲櫃都係。出嚟呢度有一個細嘅陽台，可以擺啲洗衣機啊，同埋拖把啊，啲雜物房可以放喺呢個位置。呢個露台係半贈送面積。依家呢仲可以即係交8800蚊，可以價值10萬蚊嘅全屋家私家電禮包，即係拎包入住。如果你大精裝修嘅，好似呢個110平，總價都係150萬左右，首期就22到23萬左右啦。每個月供就5300-5400左右，可以選到中高嘅樓層。呢個係主陽台朝南嘅。1.8米嘅寬度，3.5米個長度，望出去城市景係全部冇遮擋嘅啦，盡收眼底。呢個位置就 Coco City 隔籬就富日城 Top Park 啦，過去都好近嘅，4-5分鐘左右。好，依家我哋翻嚟睇下房間，其實3間房都係朝南嘅。呢個係第一個客房。13個方左右，係有窗戶㗎，都係朝南嗰邊，中間一個公共衛生間。然後再嚟到第2間客房，第2間客房同第一間客房差唔多咁大嘅，都係13個方，一樣係朝南邊。3間房全朝南，加埋個廳都係朝南嘅。然後主人房呢邊就帶獨立個衛生間嘅，一共就15個方左右。好，睇下一個戶型。呢個就係118平噶啦，3房2廳2衛，係橫廳嘅設計。橫廳係咩意思呢？係客廳同飯廳係連喺一齊嘅。呢個就廚房位置啊，可以有窗戶打開嘅，啲櫃啊、櫥櫃全部整好晒。冰箱位可以擺得落雙門冰箱呢個位置。廚房對出嚟就可以擺個餐廳位，或者做個中島台都冇問題。嗱，門口出嚟呢個位置就係一個露台啦。呢個露台係6.4米長嘅，1.8米嘅寬度。佢睇出嚟一大半都係可以睇到山景嘅，因為我拍攝喺呢個位置拍攝。呢個廳呢就有32個方。翻嚟就睇房間呢邊啦。第一個公共衛生間3色分離噶啦，全部都係做好晒，啲鏡櫃係做到馬桶嗰邊去嘅。然後呢間客房，呢個客房大概都有14個方左右啦。第2個客房，呢個客房同啱先嗰個差唔多，都係13-14個方。
每一間房嘅採光都幾好嘅。呢間就主人房啦，主人房會比較大啲，佢係帶獨立個衛生間，一樣係三色分離噶啦。佢啲鏡櫃都係做到底嘅。嗱，左右兩邊呢邊同呢邊都可以做啲衣櫃。窗戶睇出去都係無遮擋嘅城市景嘅。前面呢個就德寶二鳩啦，中山六路，Coco City。OK，呢個戶型又睇得差唔多啦，咁我哋再睇下一個。呢個係162平，四房兩廳三個衛生間嘅，有兩個頭房，南北對流嘅。好，入門鞋櫃係做到頂噶啦，地面啲係灰白色嘅柔光地磚，係好乾淨，睇得好企理下嘅。往外邊走呢，就係一個子露台啦，呢個子露台長度就4.5米，寬度就1.8米嘅，好闊落啊，都感覺睇出去個樓間佢喺視頻上面可能會感覺到會有啲近，但係實際呢，佢係冇嗰種壓抑感嘅。人企喺嗰度嘅時候呢，嗰個中間個位嘅空間啊，其實係好大嘅，好闊落嘅，因為人嘅眼球係360度，可能嗰個視頻只能180度都唔到咁樣睇啫。好，入翻嚟到我哋嗰個大廳，直望去嗰邊咧就係一個餐廳位置，可以擺一張10人坐左右個餐台。呢種南北對流，北邊咧其實係冇露台嘅，但係可以打開窗戶。廚房位都係比較寬嘅一個正字形，呢個完全可以擺一個大門、大嘅雙門冰箱啦。呢啲全部都交樓個標準嚟噶啦，現有嘅。呢個可以3-5個人喺度煮飯，完全冇問題啦。4間房，一共就3個衛生間。呢個係第一間客房，第一間客房大概就有10個方左右，採光都係唔差嘅。睇翻第二間客房，同第一間客房差唔多，呢個就會大少少啦，12個方，會長啲、深啲。呢個就係一個公共嘅衛生間，都係採用個三色分離嘅方式嘅。第三間就係透房嚟嘅，帶獨立嘅衛生間。呢個個窗戶會細少少。第四間呢，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嘅位置啦。主人房呢係有35個方嘅，咁佢而家冇擺家私家電，可能會睇唔出嚟。呢個就衣帽間嘅位置，可以做化妝台啦，都係有個獨立嘅衛生間嘅。其實呢度係一個3.6米嘅陽台嚟嘅，呢邊仲有一個飄台。發展商就將呢個陽台全部封咗起身。佢如果係買毛坯嘅話，呢度就單獨一個陽台，睇出去都係外邊嘅會所位置。好啦，呢3個戶型就全部都睇完晒啦。如果係有中意呢個屋苑嘅朋友，可以歡迎諮詢我啊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